讲到这种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传染力比英国变种病毒悬出6成，威力相当的惊人。英国有上新的研究，讲印度变种病毒有5大症状，上主要的症状就是头痛，搁来脑后痛、流鼻、发烧甲嗽。另外，英国的研究报告阁来讲，若是注新冠的疫苗了后出现着拍卡像的症状，真有可能就是去喂着印度的变种病毒。也毋过，徛伫咧第一线的医师李炳英无认同，讲迄可能是过敏，或者是感冒的关系。另外，为秘鲁返来台湾喂着新冠病毒的迄对马孙仔，甲因坐伫咧同一个班机，前后2排的旅客38个，采检的结果34个 PCR 是阴性，3个还阁咧检验，1个已经出境。2马孙仔所坐迄台防疫客停车的司机，加在嘛是阴性。秘鲁祖孙的哈，他们是6月6号回来，同机的不是就是曾经居家检疫过。那不过我们还是会回追。除了为秘鲁返来台湾的公孙仔确诊去喂着印度变种病毒 Delta， 甚至阁喂去到屏东，和国内传染 Delta 病毒案件增加到8人。指挥中心要求同班机前后2排人客做采检。就讲印度变种病毒会传到全台湾，台大公卫系前院长詹中权伫面切引述着英国一间大学的研究，针对印度猪的镜头，确诊的人主要的镜头是头壳会痛，过来是脑会痛、流鼻水甲发烧。领导这项研究的教授讲，家扫真罕见。本来真平常的芳草偏无这部分嘛无伫前10名的镜头内面。这个是片面的资讯，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。至于流鼻水，如果它的比例大幅增加的话，其实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。这个反而是表示说它对人体侵袭性比较低的一个可能的表现。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被当作是新冠病毒内面的大魔王，因为伊的传染力比英国变种病毒加6成。为英国的研究报告内面会使看得出，若是注新冠疫苗了后出现拍卡像的镜头，有可能就是喂着印度的变种病毒，因为医师无认同。不一定吧，打喷嚏有很多原因啦，有可能是鼻子过敏啊，也有可能是一般的感冒病毒啊，鼻病毒或其他的上呼吸道病毒啊。医师提醒讲，要落实入境普查以外，尽量要增加全民注预防针的注射率，尤其是细分轮机的技术等等特殊的职业族群，尽量要做到100%的注射，照到预防印度变种病毒大爆发。